北约秘书长访问美国，催国会赶紧援助乌克兰。佮警告讲，若无停落，中国可能会学罗西亚方式来拍台湾。美国歌手泰勒斯正做 AI 画面的受害者，去防造真侪老体假影像。不过美国目前是无联邦法律监管。埃及安算用3年整修孟卡拉金字塔，这施工的材料是用花岗岩引起争议。科学学家就美讲，这根本就是迫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现期节目头起先来看冲突的消息。昨日驻约旦的美军是去互瓦伊朗的武装分子攻击，3死40外伤。各界就烦恼讲，这中东的局势会愈来愈紧张。美国白宫即阵是强调讲，无按算要甲伊朗开战，无要互局势恶化。不过，美国在野党就议员骂这拜登的政府伤过软正，这安尼防亲门大户。驻约旦美军礼拜伫困梦中，互伊朗赞助的武装团体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发动无人机攻击，至少3个美国士兵死亡，40多人受伤。即马初步报告指出，发生代志的基地，伊的防御系统可能突袭，加低空飞行的敌机误判成家己的无人机，毋才会造成严重的伤亡。We are not looking for a war with Iran. We are not looking to escalate the tensions any more than they already have been escalating. In fact, everything. 因为这是去年10月以色列甲哈马斯开战以来，美军头一届拄到地面攻击，中东局势恐惊快速升温。不过，白宫是讲无希望加沙的冲突进一步摊开。伊朗是随七挂好人甲攻击事件有关系。گروه‌های مقاومت در منطقه در تصمیمات و اقدامات خود از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دستور نمیگیرند و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ضمن اینکه از توسعه درگیری در منطقه استقبال نمی کند اما در تصمیمات گروه‌های مقاومت برای نحوه حمایت از ملت فلسطین و یا دفاع از خود و مردم کشورشان در برابر هر گونه تجاوز و اشغالگری دخالتی ندارد。所以，从去年10月开始，因为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已经针对美国伫伊拉克甲叙利亚的军事设施发动165架攻击，造成上百个美军受伤。虽然双方表面上拢讲无这个意思，互冲突扩大，不过拜登面临的政治压力愈来愈大。And I've been saying since October 7th that the real danger here is too weak of a response from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I say with deep, sincere sadness, that explains largely why we are here where we are now. 部分共和党员阁要求美军直接攻击伊朗境内，美国白宫无法度做出互人满意的回应，可能会进一步冲击拜登已经正低的选情。CNN 引述无愿意签名官员的话指出，白宫可能会选择搁再强烈打击伊朗民兵，未直接攻击伊朗。英国卫报是评论，捏造美国甲伊拉克对抗升级，恐惊致使西方的民主国家分裂。因为法国、德国甲意大利无希望中东局势恶化，可能会重新考虑甲德黑兰进行外交接触。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后个月就要满2周年啊！美国甲欧盟援助这乌克兰的经费煞是拢总无过。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长的访问美国，随即国会就要赶紧互预算过关。伊阁讲，即阵中国是当咧关注美国甲北约的态度，若是无继续听乌克兰，中国就有可能会学罗西亚方式走来拍台湾。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29访问美国华府，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两个人针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表达坚定的支持。因为美国援助乌克兰的预算目前互冻结，两个人催促国会赶紧协商。布林肯阁提起，美国甲北约成员国一直对乌克兰国防安全贡献真济，讲乌克兰加入北约是免等偌久的代志。And whether it's military support, whether it's economic support, whether it's humanitarian support, the burden sharing that we've seen in the case of Ukraine has been more than exemplary. 史托滕伯格点出北约成员国对中国的烦恼，伊表示美国甲北约安怎借由提供武器甲援助，应对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关系到台湾未来处境。We see how China is repeating and spreading the same narrative about the war as Russia. How China has failed to condemn the illegal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today it's Ukraine, tomorrow it can be Taiwan.
匈牙利外交部长伫同一天拜访乌克兰政府高层，讨论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族群的权利。乌克兰为2017年开始要求学校用乌克兰语教10岁以上的学生囡仔，互匈牙利批评剥夺境内匈牙利族群讲母语的权益，一直到2023年，因为要加入欧盟的压力，乌克兰才放宽这个限制。 Azt kérjük, hogy a kárpátaljai magyar nemzeti közösség azokat a jogokat kapja vissza, amelyekkel 2015-ben már rendelkezett. 欧盟顶个月针对援助乌克兰500亿欧元进行表决，匈牙利是唯好国的成员国，地书进度卡掉的。不过，匈牙利政府这礼拜就表示，对使用欧盟预算援助乌克兰是持开放的态度。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来看另外一场冲突。 非洲国家南苏丹甲苏丹的边界一地共同治理区，顶礼拜是去互武装团体攻击，54个人死亡，64个人受伤。当地官员指控这是南苏丹迄边的人动手的，当地实施宵禁。 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员协助救治受伤的人。非洲国家南苏丹甲苏丹边界地区支持互补充人员攻击，造成54人死亡，其中有妇女、囡仔甲2个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员，另外还有64人受伤。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violence that occurred over the weekend in Abyei administrative area, which resulted in the tragic death of numerous civilians and attack on the UN peacekeeping force there, during which 2 of our peacekeepers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line of duty. 冲突是发生在两国边界阿贝地区，当地民众拢都去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基地避难。阿贝地区就有资源丰富，目前由南苏丹甲苏丹共同治理，两国拢讲有主权，地属当地一直有武装冲突，造成大量平民有路无处。阿贝地区资讯部长表示，为南苏丹瓦拉普地区内的少年武装人员发动攻击，目前当地情势严重，已经宵禁。 The fail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execute the warrants that have been issued by independent judges of the ICC has invigorated the climate of impunity and the outbreak of violence that commenced in April and that continues today. 南苏丹伫2012年为苏丹独立，无偌久了后就爆发内战。内战主要是伫丁哈族甲努埃尔族之间进行，地数2013年到2018年之间有数十万人死亡，有各个武装团体之间常常爆发冲突，造成大量百姓死亡甲有路无处。去年11月，阿贝地区发生战斗，至少32人死亡。公司新闻陈伟珍报道。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施政报告，针对这政治现金的买卖，强调党内的拍拼改革，但若是经济政策，目标是要确保薪水调升。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北韩的官方媒体讲，金正恩1月28视察新型导弹试射，嘛已经掌握核子畅水弹的制作方式。 不过，南韩军方认为讲，这北韩的言论上过碰呛。英国《Times》报道，英国火车工会对今日开始罢工7天。不过，因的首相对去年是推动新规定，要求交通单位若要罢工，嘛要维持40%运作。不过，这火车工会是无愿意实施。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以色列、埃及甲卡达讨论新的谈判协议，按说是用以色列停火6礼拜。 交换哈马斯放人质，不过哈马斯迄边是讲也未收到相关的协议。上尾是华盛顿邮报，国务网站 Amazon 按说是要收购扫地机器人的公司 iRobot， 不过后面认为讲，那 iRobot 去互 Amazon 买去，其他品牌伫因网站就失去竞争力。采讲rằng Amazon 是宣布放弃收购。 中国恒大集团欠效无行，是去互香港的高等法院下令强制清算，这连带影响到恒大股票是一声就大落21%。分析师就表示，恒大若是要避免规间拢倒去，就要定租拆做小公司，这对中国经济甲全球的投资市场拢有真大冲击。
香港高等法院指告对中国房产大公司恒大集团差不多3000亿美金合代票差不多9.6兆的债务进行清算。法官表示，恒大拖欠还债款2年多，经过几摆听证会，依然无法度提出具体重组计划，所以决定清算债务。投资银行分析师认为，这不是结束，是真正的清算开始，因为这互恒大日常营运更加困难。It's quite likely that Evergrande will be broken down into a much smaller company if it still survives in the future. So, or maybe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for the macroeconomy, but I still think on the corporate level, it can be quite painful. 分析师阁补充，因为恒大大部分资产伫中国，这群人要安怎扣押资产、甲恒这外债权者的等级，拢无确定，股东的情形可能更较害。恒大是全球负债上济开发商，2011年发生债务违约了后，就安尼一直落去。恒大债务崩盘也点到中国房地产业连续债务危机。已经50万间开发商拖欠债务，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甲即马依然拖累市场的信心。Nachdem sie ca. 1,5 Jahre ihre Finanzen in Eigenverwaltung sortieren konnten, wurde jetzt per Gericht die Auflösung bestimmt. Und das setzt natürlich die weltweiten Kapitalmärkte in die Alarmstimmung. Die Auswirkungen könnten theoretisch sehr, sehr groß sein, da das Unternehmen einen sehr, sehr hohen Schuldenstand hat und weltweit vernetzt ist. 这一摆清算裁定可能进一步冲击本来就脆弱的中国资本甲房地产市场。目前中国当局在努力应对经济困境，包含9年来上低迷房市、加5年来上涨的股市。那市场受新的打击，投资人信心恐惊受冲击，进一步抵消当局重振经济成长的努力。公视新闻陈伟仁报道。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最近是变做 AI 画面的受害者，网络顶是流传真侪裸体假影像，这就引起伊的民众不满，是伫咧网络顶家己动员检举假影像。这 AI 介绍是某某事，顶礼拜美国总统拜登伊的声嘛，互提起假造卡电话，想想是要影响总统的初选。不过美国目前联邦法律这块是无法度管控 AI， 各网络平台咧处理的速度真慢，嘛去互美假。亲像 X 平台前2天是封锁泰勒斯的关键词，避免愈来愈侪人看到这挂假影像。也若是微软是讲因会加强 AI 软体防护。上尾这个 OpenAI 部分是按算要提出反制的工具，嘛禁止 AI 用伫咧选举当中。针对美国乐坛天后泰勒斯 AI 伪造本案的相片，最近出现伫社交平台问题。进行叫做 Twitter X 平台，即马已经组织用户搜寻任何有关泰勒斯的关键词。不过 X 平台处理的速度伤过慢，和 fans 批评。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其中有一张泰勒斯被伪造的本案相片，已经被看过4700万遍。一直到17点钟过了，才伫咧第5被删除，相关考作才被停权。专家认为，生成式 AI 所制造的犯罪问题，即马已经无法度回避。All of its application has been in 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 So the Taylor Swift case is a really ugly version of something that's been going on for several years. And the main targets have been women. Explicit synthetic images targeting not only celebrities, but average people, particularly women, has been a problem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generative AI platform. I think the fact that X has now just reduced visibility on searching for Taylor Swift shows how bad of a problem it actually is. The only thing they can do right now is try to prevent people from looking for it. 伫这边泰勒斯亲为学生的本案相片，有部分是用微软的生成式工具。对此，微软表示已经采取行动设置保护机制。泰勒斯的假相片风波也引起白宫甲美国政治圈的注意。但是伫即马，美国只敢有9个州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伫咧联邦政府层级是也无相关的盗窃 AI 生成图片的法律。目前，美国国会已经提出相关的立法，进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审查的阶段。泰勒斯唔仅是乐坛的成就，就连甲美国卡球 NFL 球星上升的恋情也带动话题。想要伫今年11月争取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打算复制4年前的模式，争取泰勒斯的支持，希望会当伫咧泰勒斯的时代巡回演唱会其中一站上台。另外，伫意大利的数据保护局29宣布，已经通知 OpenAI。
讲因的人工智慧开讲机器人 ChatGPT 违反欧盟资料保护规则，至少有一项是涉嫌侵犯资料隐私的行为。有微软伫咧制作的 OpenAI 有30天会当提出抗辩。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英国王室军内成员前一阵仔拢身体无爽快。75岁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做裂喉栓手术了后，已经出院啊。另外，凯特王妃是巴肚动手术，休养2礼拜，已经回去厝。野手向伫外口等的媒体甲民众致意，75岁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甲王后卡米拉斗阵离开伦敦病院，伊进行动土治疗，裂喉栓肥大引起外界关心。北京汉宫声明表示，查尔斯3世真欣慰，知影家己的病况诊断为公会意识带来正面的影响。So that tissue is benign tissue, so non-cancerous tissue. And it's most common for men as they get older. So men over the age of around 50, it's very common that middle part of the prostate starts to grow larger. 专科护理师强调，裂喉栓肥大未造成严重的健康威胁，甲裂喉栓癌无直接的关系。进前卡米拉王后接受访问，心情也真轻松。He's fine, thank you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getting back to work. 另外一个受瞩目的焦点，就是英国凯特王妃进前也寄调伫伦敦病院做巴肚手术，高短期休养差不多2礼拜时间。甲国王查尔斯3世伫同一天出院。官方声明无透露任何有关凯特王妃的病情甲手术，只表示凯特已经登去温莎的徛家。记者综合报道。看起来是外国面的，就算讲有居留证，甚至是在地出世，嘛拢会定定受到注目。日本有3个外国的居民，讲因为种族也是这皮肤的色，定定莫名其妙就去互警方盘查。其中一位讲伊是4年就去互查10外届，所以讲因就指控受到歧视，提告要讨国赔。 3个有外国面，啊，毋过是日本籍，也是永久居留权的居民。而到伫律师的陪伴，到东京电影法院前召开记者会，控诉因为人种皮肤色这个理由，定定去日本警方临检，因主张这是有轻视加违反宪法的，所以决定向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加爱知县提出告诉，要求爱赔因每一人300日票，差不多是62万外台票。这是日本史上头一个，也搁再引起大众对日本 排外问题的关心。I want them to know that other people are going through the same thing and that they're not alone and that you can fight back. 在印度出席的马修是原告之一，在日本已经待超过20年。伊讲因为平常时啊真接互警方抓落来，致使伊唔敢随便出外。另外一个在巴基斯坦出席的查因，伊是讲，就连骑脚踏车出门，都会互人怀疑脚踏车是不是伊偷牵的。In 4 years. I was stopped by the police more than 10 times. When things happen that much, you start to realize, am I wrong? Am I doing something wrong? That's why they're stopping me. Over the years, it has just accumulated many times with me, regardless if I'm driving or walking, taking a train, riding my bicycle. It's just uncountable. 虽然移民到日本的人数一直增加，啊，毋过外国出世的居民敢若占日本人口的2.3%，佫是包含日本在内的经济合作加发展组织38成员国内底比例上少的国家。日本警察厅是讲，因为目前也未收到诉状，所以无发表回应。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哥伦比亚拜一伫咧首都的波哥大机场，查到一桩强要登证的水鸡的走私案件。 对一个负责人的卡网内底是掠到130只有毒的水鸡。这款有毒的水鸡，号做抽角水鸡，是真好价，一只会当卖到要3万块的台票。因是生活伫咧哥伦比亚西南部的雨林，这外表看起来五花杂色，细甲只无5公分，真水。所以讲，就放一只一只缀伫咧底片的壳仔内底。涉嫌走私的负责人讲，当地居民送伊的，不过也是因为牵涉野生动物走私去互上班。 墨西哥的最高法院去年12月是推翻墨西哥市的毒牛禁令，这样墨西哥市就举行这解禁了后的头一场活动。这场内虽然是热气滚滚，不过场外抗议声嘛真强。
墨西哥的动保人士行起伫街路，大声发支持港牛、反对德牛的口号。抗议海报顶悬写讲：虐待不是艺术，嘛不是文化，要求永久禁止德牛的活动。而个是墨西哥市德牛禁令解除了后的第一场德牛，42000个威士坐甲满。场内的观众正大声在喝休，比赛的气氛真紧张。场外抗议的活动嘛一直唱悬，搁出动警察来维持秩序。Yo soy muy partidaria de los derechos de los animales. Esto, la verdad es que es demasiado sádico. Estamos en contra de la tortura, de la matanza, de que sea un entretenimiento y que se aplauda, que se protejan. No puede seguir siendo esto en el pleno siglo en el que estamos. 墨西哥市第2022年禁止已经有500多年历史的德牛活动，但是去年12月，墨西哥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大翻盘，因为讲动保团体无法度证明德牛会造成随着发生，而且无法度挽回危害，禁止德牛嘛会限制相关产业人员的就业权益，决定取消禁令。Bueno, la importancia de la cultura taurina en primer lugar es el toro está en el centro, es una raza que se cría para esto y además, bueno, como verás la derrama económica, la cantidad de trabajos que genera el toro, o sea, es muchísimo lo que se mueve. 墨西哥所有32州内面，目前有4州是禁止德牛。墨西哥总统罗培兹·欧布拉多捌提出讲，墨西哥市针对敢要准德牛有举行公民投票可能性。根据统计，德牛在墨西哥创造20多万的工课。德牛的产业当年有要4亿美金的产值，大约是120多亿的台票。但是最近几年反对德牛的声音愈来愈大，反德牛团体希望接落来几礼拜内，关于落尾会当做出对因有利的判决。这是新闻讲文编译。埃及甲日本的团体合作，按算用3年修复蒙卡拉金字塔。不过，这网络顶公布的施工影片却是引起批评，因为这工人是用大量的灰光岩来整修。考古学家就咪讲，这根本不是整修，是咧破坏。甚至有人佫讲，若要安尼创，规气大太如何啊？大型的机构停伫金字塔头前，下底是大量用来铺设的灰光岩，就是这个画面引起考古学界的批评。埃及政府最近启动世纪型计划，因甲日本团队合作，按算要甲真出名建设金字塔内底详细的面卡拉金字塔做修复，因为经过1000年吹风曝日，金字塔外口是的灰光岩已经全部一半是好的。埃及古迹最高委员会原定按算重建金字塔的外观，想袂到这个影片一个公开尔，都受到真侪批评。I don't think the casing stones should be reseated on the pyramid itself. That would be a destructive process prone to unfixable mistakes. 考古学家批评讲，这种修复的方式实在是含呱呱。嘛有人摕意大利比萨斜塔做比喻，讲前到呾无人想讲要甲比萨斜塔复活正。嘛有学者口说讲，规气甲金字塔搭太如好啊。埃及国内生产的木业有10%的来源是旅游业。不过最近开罗历史区受到破坏，引起民间人士的反弹。学界批评讲，任何有关修复的国际原则，拢禁止用这款的方式来修复文物。考古学家应该随动员，主动告知最高委员会破坏文物。现在埃及政府是暂时无回应。公司新闻，秦婉玲编译。大好野人马斯克毋但发展电动车甲太空科技，即阵因的新公司 Neuralink 佫当咧研发体内接收器。是当帮助大脑指挥筋膜做动作，目前已经咧人体试验。在人脑内面有超过1000亿个红叫做是神经元的脑细胞，这个脑细胞是用画面顶原者的看起来亲像是树尾细胞组织接起来，每一个接点之间拢是用电子和化学的信号互相传，每一个神经元会听前一个神经元的信号，而且记录起来，再佫传到后一个。比如讲，大脑要指挥手脚对某一个方向去动，大脑的信号会弄过神经组织连起来的通道，再指挥筋膜去做。That pathway is damaged. Then the neural signals, the signals from the brain, aren't going to get down to move the muscles. But in many cases, the signals are still present in the brain. They're just not getting out. So if you reach in and put something that listens in to those neurons, and you know what's happening to the muscle.
英国嘛有各方的研究团队想要建立人脑含机械界面，互这种神经性疾病的患者，就算手脚无法度做动作，嘛会当用脑细胞的活动来做电脑输入这行为。不过过去的脑机界面拢是有电线连的 ，Neuralink 上新研发的是第一摆创的无线遥控装置，对体型较细只的狗到较大只的猪，这间新创公司伫咧经过真侪摆实验成功了后，总算伫2023年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核准，会当做人体实验。This requires cutting the skin, getting down to skull, drilling a hole in the skull, exposing what's called the dura, which is this protective layer of tissue that surrounds the brain, cutting the dura, folding it back to expose the brain, and then you get to the surface of the brain where you can implant the electrodes. The biggest risks with these types of techniques are infection, bleeding, and tissue damage. 今年甲抗入期的手术第2月进行，马斯克29日社群媒体发文讲，接受实验的志愿者恢复的状况真好，抗入期的装置嘛接受到脑神经元的信号。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Neuralink 这摆实验的目标，除了测试抗入装置的安全性，嘛会对做手术的机器人去做评估。公司新闻请家人编译。感谢您收看，我是苏眉，咱再会。